一講到秘魯，會唔會喚起你對馬丘比丘古文明嘅遐想？納斯卡線嘅重重謎團，又抑或感嘆亞馬遜森林嘅浩瀚壯麗呢？呢片南美洲西部嘅瑰寶之地，交織住歷史輝煌同自然絕美。TCI 聖景遊誠邀你踏上一場非凡之旅，親臨秘魯太陽祭嘅傳奇盛典。太陽祭源自印加帝國嘅至高儀式，每年6月24號都會喺庫斯科盛大上演，向太陽神致敬。喺薩庫沙亞曼城堡，華服盛裝嘅表演者會以慢舞同頌歌重演千年榮光。盛大嘅表演隊伍綿延不絕，場面氣勢磅礴。TCI 聖景遊為你預留中央廣場嘅尊貴席位，俾你喺最佳位置感受呢場文化盛典嘅每一刻震撼。TCI 聖景遊秉承60載高端旅遊精髓，匠心打造秘魯太陽祭專享團。除咗沉浸節日輝煌，更加會帶你探訪馬丘比丘同埋亞馬遜森林嘅絕世景致。我哋安排搭乘登山火車景觀車廂，穿越崇山峻嶺，前往馬丘比丘，親臨印加文明巔峰之作，感受呢一座歷史同自然交融嘅天空之城。亞馬遜雨林係地球上最大嘅熱帶雨林，充滿住野生生態奧秘。我哋會安排乘船暢遊河谷，尋找亞馬遜野生動物，體驗雨林垂釣。黃昏時候亦都可以搭乘小船探尋鱷魚，同時欣賞日落美景。去到晚上會住宿位於雨林深處嘅車華度假村。四周圍環繞住鬱鬱蔥蔥嘅熱帶雨林，猶如置身大自然嘅懷抱，同時享受頂級舒適。名額珍稀，立即預約，開啟你嘅專屬傳奇。請即致電28080833。TCI 聖景遊與你共赴太陽之約，專享無上榮耀。